今年31歲嘅文仔住喺大角咀嘅劏房，但因為天花漏水問題，每逢落雨就會回到街頭露宿。其實佢由22歲開始已經露宿街頭8年。究竟當年如此年輕嘅佢，點解會選擇露宿呢？同屋企人關係唔好，我姐夫即係爛賭，我家姐氹我同我媽一齊借長務，每人借咗5間床鋪，我同媽咪每人5間喎。深水埗區議員韋煥南指出，年輕露宿者選擇露宿嘅原因，大多係與屋企人關係唔好。佢鼓勵年輕露宿者外出工作。近呢幾年露宿者年輕化嘅趨勢係有嘅。後生嗰啲咧，我又勸佢，不如咁啊，揾份散工啦，揾份啲流動嘅工作啦，就算做速遞都好啦，即係有啲速遞公司做速遞員都好啦，你年輕力壯做到嘅。但係文仔就認為揾工唔容易。我自己以前又做開運輸，做開清潔，即係我都做過運輸，我都揾過運輸嘅，好難揾到運輸嘅係啊。現職清潔工人嘅文仔，身為半個過來人，喺公餘嘅時間亦樂於幫助露宿者。防風防水嘅布喺深圳籌翻嚟，揾啲布款籌翻嚟嘅，我派俾露宿者嘅，係啊，驚佢啲嘢濕晒啊成咯。我幫到佢哋，起碼等佢哋會開心好多。文仔話：幫人唔應該求回報，佢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，鼓勵露宿者脫離露宿行列。珠海新聞記者報道。